2011年香港小姐再度競選，14位佳麗競逐。2011香港小姐競選決賽季軍得獎者係許奕妮，亞軍得獎者係朱希雯。我哋嘅香港小姐冠軍係5號朱晨麗，爆出後冠得主，大家都等緊，究竟今年仲有冇豬扒魔咒？結果耶，今年錄得0不滿。小欣姐查督撐有請，解脫豬扒魔咒。香港小姐冠軍朱晨麗，亞軍朱希雯，季軍許奕妮。哇！今日直播室艷光四射啊，有香港小姐冠軍朱晨麗、亞軍朱希雯同埋季軍兼係最上鏡小姐嘅許奕妮啊！你哋好 ，Hello，不如俾大家認下把聲先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小姐朱晨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小姐朱希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小姐許奕妮。哇！真係我哋好似翻去呢個總決賽嘅晚上咧，每一位出嚟自己介紹自己嗰陣時咁。好啦，咁啊3位靚女咧都當選啦。咁係咪細細個就已經諗住要做香港小姐㗎？朱晨麗？其實細細個我就已經留意香港小姐㗎啦。係，因為我覺得咧，每個女仔好似灰姑娘咁樣一個童話，變成一個真正嘅靚女啦。咁又擁有智慧同美貌並重啦。咁我覺得呢個係香港女性嘅象徵啦。咁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嘅話，我一定要參選咯。係。咁因為你喺內地生活啦，又喺蘇州住過，喺上海住過啦，朱晨麗。咁你係點樣睇到香港小姐嘅選美？即係你會睇到個過程啊，定係你就係睇相睇報紙嘅報道㗎？我有上網 check 翻啦，然之後都嚟到香港啦，我都有睇嘅。因為嗰陣時其實唔係好識廣東話嘅，但係因為要練習自己廣東話咧，都會成日都睇TVB 嘅電視啊咁樣，所以就會留意香港小姐咯。OK，咁啊朱希雯呢？我從來冇諗過喎，好老實講，因為自己唔會覺得自己即係靚到可以做到香港小姐，因為但係即係周邊啲人都會即係話希雯係靚女喎，選下香港小姐啦，高咯，係啦，因為就係高咯，係嘛你咁高就選香港小姐啦，你係5尺9寸半到啦，呢個模特兒嘅身材好啊，非常好啊，所以就唔會覺得自己話好靚，跟住又夠聰明做一個香港小姐咯。咁點解會參選呢？結果希雯其實係因為好多家人鼓勵啦。咁因為其實我之前有選過美，咁咪選完嗰次之後，發覺原來選美學到好多嘢㗎喎。咁我發覺如果我翻嚟香港嘅話，會唔會呢個選美更加多嘢咧？咪人多啲。咁所以我就身邊好多朋友啊、親人啊都好支持，就話不如你試下啦，你又唔會有啲咩損失嘅。咁所以我好想報名試下啦。係咁樣，我都訪問過好多即係得獎嘅佳麗啦。咁佢都話係唔知朋友啊幫佢遞報名表啊，家人幫佢遞報名表。你咧希雯？我係媽咪。都係嘅，都係媽咪。咁媽咪都係你嘅提名人啦。係啊。咁奕妮咧，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咧，都好想成為一個香港小姐，因為細個成日睇電視咧，覺得佢哋好靚喺個舞台上面。咁後尾大個咗啲之後，就少留意香港小姐。但係最近因為一次上網睇到話最後一日截止報名啦，咁我就好想試下咯，可唔可以真係自己有個機會企上台成為香港小姐？好啦，你哋個屋企人知道你哋要選香港小姐，咁希雯就冇問題啦，阿媽遞埋報名表格添啦。咁朱晨麗咧，你係即係媽媽知道，因為我知你同媽媽感情好好嘅，咁知你要參選，佢個反應係點啊？初初咧，我媽媽聽到佢選，佢話梗係去啦，咁靚係咪？咁偉大件事，爭光。但係咧，我收尾同佢講，可能要做泳衣上台，俾人影相。咁佢就有啲擔心啦。因為咧，我哋屋企咧其實比較保守嘅。咁佢就話咁多人望住你，怕醜噶，你諗諗先啦。然之後我就同我媽咪話。咁我哋自己私底下討論下啦，然之後睇下究竟去唔去啦。咁收尾啦，媽媽都話，我覺得你係要去噶啦。我覺得你想做咩，媽媽都支持你啦。雖然我都擔心人哋會影你啊，或者你着泳衣有啲暴露啊，但係佢都話
唔緊要，夢想最緊要。我話媽媽最尾都支持我噶，係屋企人都好支持我，夢想成真添係啦係係啦咁啊，許憶妮咧，你屋企人知道你要去選香港小姐，你最尾嗰日添喎，係啊趕尾班車，咁有冇話俾佢聽先啊？定係先斬後奏啊？有講啊，其實媽咪屋企人成日一直都有叫我去試，因為原本我係今年畢業噶，咁我就覺得不如趁畢業嗰個暑假，不如做一啲有意義啲嘅嘢，咁我就好勇敢咁樣去報名啦。係咁好啦，話終於咧選到啦吓，做咗季軍啦。咁屋企人嘅反應係點啊？許憶妮都好開心啊，真係好開心，因為即係大家親眼見到我俾人哋加冕啦，咁終於戴到個皇冠，細個就揾一個假嘅嚟戴，而家終於都有一個真嘅，係有一個選美夢嘅，原來細細個有噶。咁啊，今次就即係得到一個真嘅后冠啊！許憶妮係啊終於係啊，咁啊，阿朱晨麗，咁你攞到冠軍，哇！媽咪開咗咪癲咗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初初佢話佢擔心啊泳衣呢啲嘢咧，但係而家啊你又攞咗獎，我覺得媽咪一啲都唔擔心啦，放你就係啱噶咁樣。即係結果知道自己支持個女係支持得正確嘅咁啊。係咁啊，希敏咧，我啊，媽咪一定開心嘅，咁因為佢嗰晚其實先同我講咗，佢話：我冇諗過你真係做得咁好嘅。我媽好老實嘅，我媽咪，咁佢就話其實不過當晚個 performance 真係好好咯，咁我可以令到佢 proud 咯，其實我自己都開心咯。咁啊好啦，有一個環節咧就係媽媽需要同你哋一齊嘅一個台度，即係講啲母女嘅心事啊咁樣啦。咁啊媽媽嗰關點咧，佢喂你哋去選香港小姐啫，佢冇諗過要上台噶嘛。咁啊朱希敏媽媽知道要上台，佢反應係點啊？佢都 OK，因為其實之前我哋有一次拍外景都係要打個親人朋友，咁我都係打咗媽咪，咁所以都 OK 嘅佢自己。因為其實佢以前細個我未參選之前咧，佢已經話其實咧媽咪細個咧有諗過參加香港小姐嘅，係啦，就由你去幫佢完成佢嘅夢啦。係啊，OK，所以係咯，所以佢都好開心嘅，我得到個獎。係咁啊，許憶妮咧。媽媽知道要上台，咁我個反應係點啊？佢都 OK 啊，因為其實一早以為係只係想去講一啲鼓勵嘅說話，咁我哋其實各位佳麗都唔知道，其實媽咪上嚟係會送一份禮物，然後講嗰份禮物嘅意義喺邊咯。係啊，咁啊個個就喊到咧，係啊，喊到眼一毛都甩埋啊！咁啊，朱晨麗咧，媽咪慣唔慣要面對咁多人啊？我覺得佢純粹就係覺得上到台嚟幫下我，佢想通過呢個平台咧，直接同觀眾啦或者全世界講，一定要我夢想成真，翩翩起舞，我覺得好感動噶。嗰一刻我即係以前覺得媽咪有時即係可能，哎呀，而家都喊啊，都已經過咗噶啦，嗰個環節唔好甩眼一毛啊吓，先知唔好學我啊！我到今時今日俾人講到而家，嗰個朋友見親我，咦你眼睫毛黐好未啊？但係冇事，攞咗亞軍點？講翻頭先啦，咁因為細細個就出嚟啦，咁媽咪又今次即係好難得咁樣可以嚟到香港，然之後又可以同我同台，第一次同台，我覺得佢將呢個機會即係奉獻咗俾我，我覺得好難得，咁我都好開心啊！佢可以咁樣寬容，咁樣即係以前話你小心啲啊，你自己要注意啊，着泳衣啊或者擔心啊，但係佢而家呢一刻去到台上面，佢就話你係最好噶啦，你係媽媽心目中係最好、最靚、最有智慧噶啦，媽媽支持你做所有嘢，我覺得好感動。係，所有媽咪都覺得自己係女係即係最靚、最聰明噶啦，呢個就一定噶啦。好啦，咁啊三位香港小姐暫時唞一唞，一陣間翻嚟有更多嘅問題要問你哋嘅。好啊，再見。